我知道指數又創了新高，空氣中彌漫住樂觀嘅情緒，幾乎到了愚蠢嘅地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晒一個股神，但喺我這99年嘅生命裏，我學到了一個冰冷嘅教訓：當所有人都為盛宴舉杯時，最聰明的做法不是去找一把更大的勺子，而是去檢查船底有沒有裂縫。大多數人總是在恐懼中尋找機會，這很平庸。我恰恰相反，我一生嘅工作就係在去繁榮中尋找愚蠢，因為歷史一再證明，巨大嘅財富不是嚟自抓住機會，而是嚟自避開災難。今天當事人皆狂，我看到的確是被狂熱所掩蓋嘅盲點。這就係我今天要交舉你嘅第一課：如何在喧囂中保持清醒。當自述每天都在說新記錄，當你的鄰居、你的理髮師，甚至是你啲為從不看財經新聞的阿姨都在炫耀他買的股票又漲了多少嘅時候，一種危險嘅幻覺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那就是我是個天才。人們開始相信賺錢是一件容易嘅事，相信自己憑記咗獨到嘅眼光下個人嘅膽，是住着了時代嘅脈搏。傾聽好，嗰係我用將近一個世紀嘅觀察得出嘅結論。市場嘅頂點往往也係人類愚蠢嘅頂點。財富嘅快速增長並不會讓人們變得更聰明，恰恰相反，它會像酒精一樣麻痹大腦。最關鍵嘅理性中樞放大呢些根植於我們基因深處的最古老、最可預測嘅生理確限。今天我不想跟你談什麼複雜的估字磨成或者宏觀經濟，呢些東西在原體性瘋狂面前不堪一擊。我想跟你解鋪嘅係在呢一場人傻錢多嘅盛宴之下，驅使無數人走向毀滅嘅三種人性愚蠢。這三種愚蠢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在17世紀的預戰商狂熱中上演過，在20世紀末嘅網絡泡沫中重演過。今天他們只是換上了科技股、加密貨幣，這是新時代嘅外衣，但其內核從未改變。如果你不能識別並抑制他們，那麼市場為你準備嘅任何禮物，最終都會被連本帶利嘅收回。第一種愚蠢，也係最具迷惑性嘅一種，我稱之為羊群嘅末日重奔。它由兩種緊密相連的心理偏誤構成。前此偏誤如從眾心理，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是一台懶惰的機器，它喜歡做捷徑。前此偏誤就是最常見的捷徑之一。當一項資產連續上漲了1年，我們的大腦就會自動假設它明天、下個月、明年還會繼續上漲，過去的表現被錯誤的當成了未來的保證書。人們忘記了物理學中最基本嘅常識，那就係均值回歸。樹木不會長到天上去，任何資產嘅價格也不可能永遠脫離其內在價值。但係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呢種簡單嘅道理被拋諸腦後。當呢種個人偏誤被放大到全體層面時，就演變成了更可怕嘅從眾心理。你看到身邊所有人都衝進到同一個方向，你內心呢種害怕被拋下、害怕錯覺嘅焦慮感，去壓倒一切理智嘅分析。你個思考邏輯不再是呢家公司到底值多少錢而是如果我不買，別人賺錢呢？我沒賺到怎麼辦？第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再是一個投資者，你變成了一隻被恐慌出市嘅羊。記住我這句用了大半輩子嘅比喻，船只沉沒往往不是因為撞上了冰山，而係因為所有人都擠到了船嘅同一邊。當你看到媒體、專家、散戶都在為同一個投資標的歡呼時，當你打開社交媒體，發現每個人都在曬自己嘅收益格圖時，解不是機會嘅信號，解係最危險嘅警報。這意味着所有潛在嘅買家都已經入場啦，所有經關嘅預期都已經反映在價格裏啦。船的一邊已經擠滿了人，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傾覆。所以當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嘅告訴你即是一條康莊大道時，你最應該做嘅就係停下來，冷靜嘅思考一條那的感頭會不會是懸崖？第二種摧毀理智嘅毒藥是嫉妒，在癡中追利，嫉妒是最愚蠢的一種，其他的罪過至少能帶嚟短暫的快樂，而嫉妒從頭到尾只去讓你感到痛苦。該市場非理性繁榮嘅時期，呢種毒藥嘅效力會被放大100倍。你勤勤懇咁工作，小心翼翼咁投資呢啲你理解嘅有護城河嘅偉大公司，每年獲得15%嘅穩健回報，你本該為此感到滿足。但突然間，你發現你個整天無所事事，連財報都看不懂嘅表弟，靠着買入一個你聞所未聞嘅加密貨幣，在3個月內賺了你10年嘅薪水。他換了新車，在家族聚會上高談闊論。這時候，一種夾雜咗憤怒不甘後自我懷疑嘅情緒，會像毒蛇一樣中你嘅心臟。為什麼是他？憑什麼？下怎麼輕鬆就賺到怎麼多琴？是不是我太保守、太愚蠢啦？一旦這種念頭產生，你就離犯下致命錯誤不遠啦。自動廢除，使你走出呢個我一生都在強調嘅能力圈，一個本該專注於牙卡嘅一生，開始熬夜研究出塊鏈嘅底層技術，一個優厚嘅教師，開始把雞殼投入到他根本無法理解嘅生物科技股上。他們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真的看懂了這些投資的價值，而是因為嫉妒心扭曲了他們的判斷力，讓他們無法忍受被別人超越的痛苦。這個引出了一個核心陷阱：人們追求的往往不是絕對財富的增長，而是相對財富的領先。只要我比鄰居有錢，我就快樂。這是一場永無止境且注定失敗嘅賽跑，因為這個世界上永遠有比你更富有、運氣更好嘅人。避免嫉妒是保護你心智下財富嘅關鍵防線。你要明白，投資是一場個人馬拉松，不是百米衝刺。你的目標是安全地抵達終點，而不是在某個賽段去和別人比誰跑得更快。當你感到嫉妒時，把它當作一個警報，提醒你正在偏離自己的航道。回到你嘅能力圈裏，用你自己嘅咒賺你認知範圍裏嘅錢，這才是通往長期富足嘅唯一道路。第三種愚蠢，也係最隱蔽嘅一種，係樂觀主義嘅盲點。在市場一片大好、人人賺錢嘅時候，人們嘅風險意識會降到冰點，大家去選擇性嘅忽略呢啲顯而易見嘅危險信號，沉浸在一切都會永遠好下去嘅幻夢裏。很多人害怕欺天爺，也就是呢啲無法預測嘅突如其來嘅災難。但我教你，真正造成大規模財富毀滅的，
往往不是黑天鵝，而是灰犀牛。什麼是灰犀牛？它體型龐大，行動緩慢，離你很遠的時候，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它。它是一個概率幾高、衝擊力幾大嘅明顯風險，但人們卻刻意選擇視而不見。在市場高點，這些灰犀牛隨處可見，比如遠遠超出歷史平均水平嘅市盈率，比如企業同個人過度膨脹嘅降減率，再比如你喺未有任何盈利能力，僅靠一個概念就被炒上天嘅故事股。這時候就像遠處地平線上那頭正在朝你奔來的溪流，清晰可見。但為什麼人們會忽視它？因為承認灰犀牛的存在是痛苦嘅，這意味着你要提前離場，意味着你要放棄派對最後那段最瘋狂的舞蹈，意味着你要忍受看着別人繼續賺錢而自己踏空的煎熬。所以大多數人選擇了心理否認，他們為這種瘋狂尋找各種各樣嘅理由。呢次不一樣啦，這是新範式，舊的估值體系已經過時啦。他們不是看不見，而係不想看見。在投資中，預防永遠勝於治療。當風暴來臨，所有產資都會受到衝擊。你能做的是在風暴來臨之前，確保你嘅船足夠堅固，並且遠離最危險嘅航線。一個理性嘅投資者，他的工作不是喺狂歡中賺到最後一個銅板，而是在別人舉杯慶祝時，冷靜嘅檢查逃生出口在哪裡。你要警惕呢種極體性嘅樂觀情緒，因為當所有人都不再害怕風險時，風險本身就已經達到了頂峰。這三種人性愚蠢、從眾、指導和過度樂觀，他們像三位一體嘅女妖，在市場嘅頂峰，用最甜美嘅歌聲引誘着湖術水手駛向觸礁嘅宿命。你唯一能對抗他們的武器，不是更複雜的公式，而是更深刻嘅自省，以及一套建立在逆向思維之上嘅行為準則。第一種愚蠢是人類大腦最懶惰嘅絕症。近期篇目，你們看到市場連續上漲，就以為過去幾年的成功會無限延續。你們的大腦自動刪除了熊市的痛苦記憶，只留下眼前虛假的繁榮。這種短食嘅思考，在金融市場只會引導你走向懸崖。但這種偏誤與另一種更可怕的本能從眾心理結合時，災難就開始了。你們看到鄰居、同事，甚至理髮師都在談論同一隻熱門股，你內心的恐懼不是虧損，而是害怕錯過。於是你關閉了獨立思考，像一頭蒙上眼睛的羊，跟着羊群衝向屠宰場。我總告訴自己，當你看到所有人都瘋狂地做同一件事時，你必須停下來思考，這是否是錯的。記住，市場派對的門票往往貴得離譜，買單的總是最後進場的人。一艘船為什麼去沉尾？不是因為風暴，而是因為所有乘客都擠到了同一邊，去圍觀呢舒緩的海市蜃樓。當所有人都相信一項資產只漲不跌，它離崩盤就只有一步之遙。這不是經濟學，這是物理學，是人性不變的定律。在所有的人性弱點中，如果說有哪一個是我認為最致命的，那就是嫉妒。它是一劑無聲的毒藥，在牛市的狂歡中尤其致命。當市場每天都在創新高時，
你不可避免地會聽到你的鄰居、你的同事，甚至是你理髮師都在吹噓他們靠某隻熱門股票賺了多少錢。這時候，一種原始的醜陋的情緒就會在你心裡悄悄滋生。你開始覺得不公平，你開始懷疑自己堅持嘅價值投資是不是太慢呢？這種別人正在背負的焦慮感，會像一隻無形的手把你推向你完全不了解的領域。你開始追逐那些所謂的風口，購買那些你連名字都念不順的公司股票。你這麼做不是基於理性的分析，而是出於純粹的嫉妒。聽好了，財富的積累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你的目標是讓自己的財富穩定增長，而不是確保自己的增長速度超過隔壁的傻瓜。一旦你陷入相對財富的陷阱，你就輸了。避免嫉妒，就是為你的投資組合建立一道最重要的心理防線，它能保護你在眾人瘋狂時依然保持冷靜與理智，從而守住你嘅血汗錢。第三，眾人興愚蠢，也係在市場狂瀾時最致命的，就係樂觀主義嘅盲點。當音樂還在播放時，所有人都相信胡亥江永遠持續下去。人們總喜歡談論黑天鵝，那些無法預測的災難，因為這聽起來很聰明，而且可以為自己的失敗開脫，沒人能預見到。他們會這樣說，胡說八道。在我漫長的一生中，我幹過的大多數災難都不是什麼黑天鵝，他們是灰犀牛，一頭體型龐大、行動緩慢的犀牛，就在遠方的地平線上，它正朝着你狂奔而來。你看到了它，所有人都看到了它，但你們選擇了忽視。為什麼？因為承認它的存在，意味着你必須停止狂歡，你必須做些困難且不受歡迎的準備。在繁榮時期，人嘅大腦去分泌一種化學物質，讓你喪失風險評估能力。你會刻意忽略呢些明顯嘅警告信號，比如過高嘅企業債務、荒謬嘅資產估值，或是呢些被掩蓋嘅危機醜聞。這些就是灰犀牛，他們清晰可見，但曾因他們需要巨大嘅道德勇氣同智力上嘅情緒。記住，在投資嘅世界，你預防永遠勝於治療。當灰犀牛撞向你時，治療的成本可能是你的全部身家。真正的智慧不是在災難發生後去解釋它，而是在所有人舉杯慶祝時，保持足夠的清醒，去為那頭必將到來的犀牛建好你的防禦工事。好啦，你們現在知道啦，在市場一片狂歡嘅派對上，絕大多數人都係犯住同樣愚蠢嘅錯誤。他們被近期嘅漲幅蒙蔽了雙眼，被鄰居暴富嘅故事燒呆了腦子。他們像一群喝醉了狗嘅水手，在即將觸礁嘅船上高唱海歌。那麼問題來了，當全世界都陷入瘋狂時，你一個清醒嘅人該怎麼辦？答案聽起來可能有些掃興，甚至違反自覺。真正嘅財富從來都不是靠追逐下一個機會得來的，它是靠系統性嘅、近乎偏執嘅避開每一個愚蠢嘅陷阱而積累起嚟嘅。在長大一個時節的投資生涯中，我見過太多才華橫溢的人，他們能預測宏觀經濟，能經歷複雜嘅磨成，但他們最終卻一敗塗地位。因為他們花了畢生精力去追求卓越，卻從未花一天時間去避免愚蠢。而我要告訴你一個殘酷嘅真相，在投資職場遊戲裏，持續嘅避免愚蠢，
遠比偶爾展現卓越要重要得多。這就是我整個投資哲學的核心，也是我今天要教給你的第二個鐵律。反向思考，不是問我怎樣才能贏，而是問我怎樣才會輸得一敗塗地，然後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那些會讓你慘敗嘅行為。當子叔槍下身交時，嗰住原則比黃金可要珍貴，因為在這個時候，讓你傾家蕩產嘅愚蠢行為，看起嚟都像是通往財富自由嘅捷徑。那麼，我們該如何具體的避開愚蠢呢？我為你總結了4道堅不可摧嘅防火牆。第一道防火牆，我稱之為能力圈嘅鐵律。它的規則減到上一句廢話，那就是只在你懂嘅領域，你打獵。在思想狂熱時，最誘人嘅機會往往來自於你最不了解嘅領域，可能係某個你連名字都念不對嘅加密貨幣，可能係某個號稱要顛覆人類未來嘅 AI 概念股，你哋衛生、你哋理髮師，甚至係你家樓下嘅保安，都在討論呢一東西，而且他們好像都賺到了錢。這時候，你內心嘅魔鬼會開始低語，看吧，連他們都賺錢啊！我渣我聰明，怎麼可能錯過？一旦你有了這個念頭，請立刻給自己一地響亮嘅耳光，因為你正在踏出能力圈嘅邊界，一步踏越穩掙深淵。記住，在流詞中，原詞看起來恐上自傷，但原詞是借來嘅，遲早要連本帶利地捱翻去。我跟巴菲特從來不碰那些我們看不懂的東西，不是因為我們保守，而是因為我們對自己嘅無知有做自己深刻的認識。我們知道在能力圈內，哪怕是一個傻瓜也能賺到錢，但在能力圈外，天才也會輸得精光。你嘅任務不是去擴大你嘅圈子，去追逐每一個熱點，你嘅任務是清晰地定義你圈子嘅邊界，然後像一個忠誠嘅衛兵一樣，誓死守衛它，保持謙遜，承認自己不懂。這個喺市場狂熱時係一種被低估嘅超能力。當所有人都被新奇嘅玩具吸引時，你只需要守住你呢塊古老而肥沃嘅土地，勁景驚人。第二道防火牆係護城河嘅價值。當你守住了自己嘅能力圈，下一步就是要挑選圈子裏最好嘅獵物。在市場高點，一個常見嘅愚蠢行為就是把水漲船高和船本身嘅質量混為一談。當颶風來臨時，豬都能飛上天，但颶風過住後，摔死的也一定是豬。你嘅任務不是去尋找呢一風口上嘅豬，而是去尋找呢一擁有翅膀，能夠依靠自身力量穿越風暴嘅雄鷹。這對翅膀在投資嘅語言裏就叫做護城河。它可以是無與倫比嘅品牌，就像可口可力可以是根深蒂固嘅網絡效應，就像 Visa 也可以是別人難以複製嘅技術專利或成品優勢。呢一護城河向一道深深嘅壕溝，保護咗企業嘅利潤，讓競爭對手難以入侵。在市場繁榮時，好多缺乏護城河嘅垃圾公司也能被炒到天價。他們的股價上漲，不是因為公司本身變得更好了，而僅僅是因為市場上人傻錢多，追逐這些股票，就像在沙灘上建造城堡，看起來很美，但潮水一來，瞬間就會化為烏有。一個真正嘅投資者，在任何市場環境下，都應該像一個建築質量檢測員一樣，專注於企業嘅內在質量和護城河嘅寬度。短期嘅投機是虛無嘅，它試圖預測人群嘅情緒，呢個比預測天氣海南
整體嘅價值投資是監視嘅，下也注於那些擁有永恆防禦公式嘅偉大企業。請記住巴菲特那句名言：只有當潮水退去時，你才會知道誰在裸泳。在指數新高時，後水正處於最高位，你嘅任務就係確保自己穿着最格時嘅泳褲。第三道防火牆也許係最違反人性嘅，那個係內涵與紀律。好啦，現在你已經在你嘅能力圈內找到了一家擁有寬闊護城河嘅偉大公司。接下來你該做什麼？答案是坐作不動。對，你未聽錯，就係做咗你嘅屁股上，什麼嘢別咗？嗱，聽起來簡單，但係只會是這個世界上最難嘅事情，因為市場無時無刻不在誘惑你，係用每天嘅漲跌嚟挑逗你嘅神經，用各種新聞係分析師報告嚟轟炸你嘅大腦。你嘅朋友就係吹自己上周抓到你一漲停板，財經媒體就係報道下一個暴富神話。這一切都在告訴你，行動起嚟，再不行動就晚啦。這個是大多數人失敗嘅原因，他們無法忍受等待的無聊，總想着快速致富。他們把投資當成賭場，頻繁的買入賣出，最後把大部分利潤都貢獻給了券商和稅務局。他們不明白，複利這個世界第八大奇蹟。它的燃料不是智商，而是時間。就像種下一棵橡樹，你需要幾十年嘅時間，讓它慢慢長成參天大樹。如果你每天都把它挖出來，看看樹根長得怎麼樣，那它永遠也長不大。在投資中，你的情緒是你最大的敵人。貪婪會讓你在高點買入，恐懼會讓你在低點賣出。而耐心和自律就係你用嚟對抗這兩個心魔嘅唯一武器。我一生中賺到嘅大錢都不是靠買賣賺嚟嘅，而係靠等待賺嚟嘅。找到好公司，然後持有下，給他足夠長嘅時間去成長，去創造價值。這個過程可能很枯燥，但最終的結果會讓你驚訝。所以當市場充滿誘惑時，請學會關掉行情軟體，去讀一本書，去散個步，或者乾脆睡個午覺。抵抗交易嘅衝動本身就係一種最高級嘅智慧。第四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火牆，它是我所有思維模型嘅基石。逆向思維。當別人瘋狂時，你更要保持清醒。當指數創下新高時，正是時間逆向思維嘅最佳時機。當報紙頭條都在歡呼牛市的到來，當所有人都認為股價只會上漲不會下跌時，嗰不是機會嘅信號，嗰是危險嘅警報。呢個逆向思考者會在別人的貪婪中看到風險，在別人的恐懼中看到機會。在市場高點，你不要問呢一支股票係能漲多少，你要問如果我現在買入，我可能的最大損失是多少？你不要問我錯過了什麼，你要問我現在正在被什麼樣的愚蠢念頭所引誘。避免愚蠢比追求卓越更容易實現。當所有人都湧向同一艘船的同一側時，那艘船離傾覆也就不遠了。你的任務不是跟着大家一起擠過去，而是悄悄地走到船的另一邊去。即佢要巨大嘅勇氣和獨立思考嘅能力。你會被嘲笑為膽小鬼，會被視為跟不上時代的老頑固，但歷史一次又一次的證明，
最终活下来的，往往是那些在派对最热闹时就提前離場的清醒者。所以，当你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赚了多少钱时，请你保持沉默，然后在心里默默地檢查你的這4道防火牆是否依然堅固，你是否堅守在能力圈之內，你持有的公司是否擁有真正嘅護城河，你是否有足夠嘅耐心去抵禦短期誘惑，你是否敢於在眾人譏罪時保持獨醒。如果你對這4個問題嘅回答都是肯定嘅，那麼恭喜你，你已經掌握了在任何市場中生存和致富嘅終極秘訣。你不是在追逐機會，你是在避開災難。你這才是我所理解嘅真正智慧嘅財富之路。在指數創下新高的狂歡派對上，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誤以為自己是天才。你看到隔壁嘅傻瓜都賺到錢，於是你開始相信呢個你根本聽不懂嘅故事。人工智能、區塊鏈、元宇宙，這嘅事務嘅詞彙向致命嘅警報，引誘你駛向你一無所知嘅驕視區。此刻我必須像個嘮叨嘅老頭一樣，反覆重申那條最古老也最關鍵嘅鐵律，待在你的能力圈裏。能力圈的重點從來不是它有多大，而是你是否清楚地知道它的邊界在哪裏。當市場一片大好時，待在圈子裏似乎很無聊，看咗別人追逐熱點，好像錯過了全世界。但你要明白，你賺不到你認知範圍以外的錢，即使靠運氣賺到了，也遲早會靠實力虧回去。請把這句話刻在你嘅腦子裏，在能力圈內，傻瓜也能賺錢。在能力圈外，天才也會破產。一個無理說天才，不代表他懂得一家糖果公司嘅品牌價值。在市場狂熱時，保持謙遜，承認自己有所不知，這比任何精密嘅分析都重要。只在你懂的領域打獵，哪怕獵物看起來再小，也比在陌生的叢林裏被猛獸吞噬要好得多。不要被市場的喧囂誘惑，守住你的邊界，這就是你在狂熱中幸存下來的唯一方法。當市場瘋狂時，你會看到許多垃圾也能飛上天。人們會為了一個動聽的故事，一個所謂的顛覆性概念，就付出荒謬的價格。他們忘了投資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件事，護城河。想象一下，你買的不是股票，而是一座城堡。這座城堡每年都能為你產生黃金。你的首要任務是什麼？是確保這座城堡不會被敵人攻陷。環繞城堡的那條又深又寬的河，就是它的護城河。這條河可能是強大的品牌，是無可替代的專利技術，也可能是巨大的規模優勢。它讓競爭對手難以跨越，保護住城堡裡源源不絕的黃金。在市場高點，很多人會被那些沒有護城河卻裝飾華麗的帳篷所迷惑。這些帳篷看起來很美，但一陣風雨過來就會被夷為平地。係擁有護城河嘅城堡，卻能喺風暴中屹立不倒。所以在別人追逐流星的時候，你要做的是去尋找那些堅不可摧的防禦工事。短期投機嘅狂歡終將落幕，但由強大護城河保護嘅長期價值，才是永恆嘅財富基石。請記住，你的工作不是賭博，而是做一個城堡的主人。在市場充滿誘惑時，保持耐心和紀律，比任何高深的分析都重要。大多數人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骨子裡無法忍受等待。
他們總想着一夜致富，渴望立即看到結果，就好像一個不停搖晃汽水瓶，卻指望它不會爆炸的傻瓜。我一生中賺到的大錢，都不是靠頻繁買賣得來的，而是靠坐居不動得來的。複利是世界第8大奇蹟，但它的魔力需要一個關鍵的催化劑，那就是時間。你種下一棵橡樹，你不能指望它明天就長成參天大樹，你需要給它陽光、雨水，以及最重要的漫長的歲月。然而，你們嘅情緒，那該死嘅貪婪與恐懼，正是世間最大嘅敵人。當市場喧囂時，你的貪婪會慫恿你追逐那些你不懂的熱點；當市場恐慌時，你的恐懼會逼迫你賣掉手中最優質的資產。你們就像風中的蘆葦，被市場情緒左右搖擺，最終一無所獲。所以，學會等待，紀律，就是在你最想行動的時候，強迫自己坐下來，關掉那些嘈雜的報價機，去讀一本書。時間是優秀企業的朋友，卻是平庸投資者的敵人。控制你的情緒，讓時間為你工作。最後，這也是我整個反向思考哲學嘅核心。當指數創下新高，當你嘅鄰居、理髮師，甚至係正程車司機都開始向你推薦股票時，嗰度唔係狂彎嘅信號，嗰度警報，嗰正係時間力上思維嘅最佳時機。大多數人都在問我還能賺多少，而你必須問自己一個完全相反嘅問題：我可能會怎麼輸光？記住，避免愚蠢遠比追求卓越更容易通往財富。在市場狂熱時，成為天才嘅誘惑係巨大嘅，但係避免成為傻瓜嘅保護作用係無限嘅。當所有人都像瘋了一樣湧入市場時，你要做的不是跟着他們衝進去，而是開始冷靜地思考退出的路徑。這並不是說你要立刻賣掉所有東西，而是你的大腦必須從進攻模式切換到防禦模式。我總是說，如果你想得到一樣好東西，你首先得配得上它。在市場高點，配得上這3個字嘅真正含義，就係擁有呢種在機會中看到危險，在狂熱中保持冷靜嘅稀有能力。當別人看到的是滿地嘅黃金時，你要能看到潛在嘅陷阱；當別人被貪婪驅使時，你要被紀律所控制。這種清醒，這種逆流而上的勇氣，才是你在這場漲期博弈中最終勝出的唯一憑借。如果你以為我前面談論的所有原則都只是為了讓你賺錢，那你就完全搞錯了重點。那樣的理解實在是太淺薄了。在股市中避開愚蠢，只是這場宏大遊戲嘅熱身練習而已。真正嘅主賽場是你的人生。很多人從此一生都在計算投資報酬率，佢從嚟冇有想過自己的人生報酬率是多少。他們在數字的迷宮裏打轉，最終贏得了財富，卻輸掉了整個人生。這是我見過最可悲嘅交易。今天我要教你嘅係如何超越這些數字，去玩一場更長期嘅也更有價值嘅遊戲。我要贏得這場遊戲，你嘅大腦裏不能只有一本會計賬簿，你需要一個裝滿了各種工具嘅工具箱。即係是我所說的多元心智磨成。你們大多數人嘅問題在於，你們只學會了一種思考方式。如果你是個經濟學家，你看什麼都像供書問題；如果你是個工程師，你看什麼
都想建立一個磨城，即就像一個手裏只有一把錘子嘅人，看什麼都覺得是釘子。這種單一嘅思維模式，在簡單世界裏或係管用，但係複雜嘅現實世界裏，它會讓你死得非常難看。世界不是由一個學家就能解釋清楚嘅，它是一個由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歷史學、數學等等多重規律交織而成的複雜系統。你必須從這些重要的學科裏去汲取他們最底層、最核心的智慧。你不需要成為每個領域的專家，但你不需理解呢些最基本嘅模型。你要懂得心理學中嘅廣力與層化超極反應清常，這樣你才知道人性係如何被驅動嘅。你要懂得物理學中的斷裂點理論，這樣你才知道系統是如何崩潰的。你要懂得生物學中的演化論，這樣你才知道適者生存的殘酷真相。把這些模型像格子一樣建立在你的大腦裏，當遇到問題時，你就能從不同的維度去檢視它，而不是像個瞎子一樣只摸到大象的一條腿。這就是所謂的智慧，它不是智商，而是一種更高級嘅認知能力，一種看穿事物本質嘅能力。擁有這個工具箱，你才能在人生嘅各種決策中，無論係選擇伴侶、教育子女係經營事業，都作出更明智嘅判斷。但光有聰明嘅大腦係遠遠不夠。工具箱裏最重要嘅一工具，也係最容易被現代人忽略的，係你的品格。我再說一次，係你的品格。喺這個一切都追求效率同捷徑嘅時代，談論政績、情事、信譽，聽起來像是上士甚過事記的陳腔濫調。但我要告訴你一個我用99年人生驗證過嘅真理：信任是商業世界同人生中最有效率嘅鋼鈿，未有之一。當你建立起無可挑剔的信譽時，你會發現世界以一種神奇的方式為你運轉，機會會主動來找你，優秀的人會想和你合作，複雜的交易會變得意常簡單。我和巴菲特做了半個世紀嘅生意，很多數10億美元的決策，我們只需要一個5分鐘的電話。為什麼？因為我們之間存在一張無縫的信任之網。我知道他絕不會欺騙我，他也知道我絕不會。這為我們節省了天文數字般的律師費、談判時間和精神內耗。而那些道德有瑕疵的聰明人呢？他們或許能靠着小聰明贏得一時，但他們的人生交易成本極高，他們必須把一半的精力用來防備別人，另一半用來算計別人。他們的世界裏沒有真正的夥伴，只有暫時的利益同盟。這樣嘅人生，就算堆滿了金錢，也有一個危機四伏嘅火藥庫。所以永遠不要在品格上做任何妥協，一次不誠實的行為就足以摧毀你用10年建立起來的信譽。這筆賬你絕對算不過來。要像保護你嘅眼珠一樣保護你嘅名譽。最後有了強大嘅思維工具箱含監視嘅品格基礎，你係需要一樣東西嚟出動咗一切，你嘅係永不停止嘅學識。我在前面的章節裏警告過你們，要遠離那些認知封閉的裝睡者。現在我要對你提出更高嘅要求，你必須成為一台終身學習嘅機器。呢個世界變化嘅速度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嘅直覺。今天你賴以生存嘅技能，10年後可能一文不值。今天顛波不破嘅真理，明天可能就變成了謬誤。
唯一嘅生存之道就係不斷地摧毀過天嘅自己，然後重塑一個更深更強大嘅本品。看看我和巴菲特，我們能活到今天，係在市場上贏閒，不是因為我們有多麼了不起嘅預測能力，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承認自己無知，所以我們每天都在瘋狂地閱讀和學習。我們每天晚上睡覺時都希望比早上醒來時更聰明一點點。對我們嚟說，承認自己昨天嘅想法是錯的，是一件值得慶祝嘅事，因為呢代表我們進步啦。你們好多人喺30歲以後係停止了真正嘅閱讀，你們用既有嘅經驗和偏見為自己嘅大腦建造嚟一座堅如。你們不再閱讀艱辛嘅書籍，不再急速反對嘅觀點，不再挑戰自己嘅認知邊界。從那一刻起，你就已經是啦。雖然你嘅葬禮可能要等到幾十年後才舉成，所以把你嘅時間同埋金錢毫不吝嗇嘅投資在你嘅大腦上，辭去角色，堅守品格，運用多元心智模型。這三者夾合嚟，就構成了人生呢個長長期遊戲嘅必勝策略。它不會讓你一夜暴富，但它會讓你嘅人生擁有最強大嘅複利效應，最終帶你第一個遠超金錢財富嘅豐盛境界。呢個才是真正值得你用一生去追求嘅終極回報。很多人之所以做出愚蠢的決策，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的大腦裏只有一種工具。我早就說過，對一個手裏只有一把錘子的人來說，他看到的所有問題都會變成釘子。這個當下的市場狂熱中是致命的短視。你不能只用經濟學的眼光看市場，你還必須從心理學的框架去理解人性的貪婪與恐懼，從歷史的長河中看到泡沫的輪迴，甚至要從物理學中學會什麼叫臨界點和反饋回路。這些來自不同學科嘅偉大思想，就是你大腦工具箱裏嘅扳手、螺絲刀和鉗子，它們能讓你搭建起一個多元心智模型嘅網格。有了這個網格，你才能看到問題的全貌，而不是像個盲人一樣摸到大象的腿就以為那是根柱子。這不僅僅是為了賺錢，這是為了讓你更接近現實，在人生嘅重大決策上避免犯下呢家無法挽回嘅災難性嘅錯誤。當市場一片繁榮，錢看起來唾手可得的時候，人們最容易忘記一件比金錢更重要嘅事，那就係騙局。你會看到許多聰明人為啦，追減浪潮開始抄指正，開始在道德的邊緣食炭。他們以為自己很聰明，但他們忽略了商業和人生中最高效的槓桿，那就是信任。信任是什麼？信任就是效率。我和華倫巴菲特合作了半個多世紀，喺100億美元的生意，常常只需要一通電話，連合約都不需要。為什麼？因為我們之間有一張無縫的信任之網。我們節省了海量嘅律師費、調查費和唔收紙嘅談判時間，這就係信任嘅紅利。反過來看，在一個缺乏信任嘅環境裏，每一筆交易都充滿嘅利好和猜忌。你必須把一半嘅精力用嚟防備你嘅夥伴。在樓市中，你或許可以靠小聰明賺到錢。但當潮水退去，你一絲未有品格做地基嘅財富大廈，會第一個倒塌。永遠記住，你嘅聲譽遠比你賬戶裏嘅數字更值錢。
我活了99歲，見過無數企業的崛起與崩塌。我發現世界上最致命的風險，不是黑天鵝，也不是灰犀牛，而是大腦的停止學習。這個就是我之前提過的裝睡者，他們在30歲係就已經精神死亡，只是等到80歲才被埋葬。在指數創下新高的狂熱時期，這種認知上嘅自我了斷又係普遍，也又係致命。當市場每天都在上漲，看起來唾手可得時，人們最容易把自己嘅成功掛因於天賦，而不是運氣。他們會關上大腦的窗戶，拒絕接收任何與他們成功經驗相比的資訊。他們手裏盡握着一把就錘子，堅信世界上所有的新問題都係釘子。這是一種緩慢而決定的自殺。我快100歲啦，但我每天係在說事。我每天睡覺前都必須確保自己比早上醒來時更聰明一點。這不是因為我熱愛說係，而是因為我極度恐懼無知。世界是複雜喺不斷變化嘅系統。如果你停止更新你嘅思維操作系統，你就會被時代淘汰，就像一台無法連上網路嘅老舊電腦一樣。所以保持開放嘅心態。當你聽到一個你不懂的新概念時，不要本能的排斥，而要去理解它。因為真正能保護你嘅，不是你已經擁有嘅知識壁壘，而係你持續預期下適應變化嘅能力。當指數再次攀上高峰，當全世界都在為眼前嘅繁榮而舉杯慶祝時，我希望你記住我這個99歲老人嘅忠告：市場嘅喧囂往往是理性嘅喪鐘。我們討論了人性的三大愚蠢，探討了能力圈的鐵律，也重申了耐心與紀律的價值。但所有這些原則最終都歸結為一個簡單嘅信條：想在人生這場長期嘅博弈中勝出，你不需要成為天才，你只可以持續不斷嘅避免去做一個傻瓜。在被人瘋狂追逐機會時，你要學會避開災難；在別人被貪婪蒙蔽雙眼時，你要堅守常識與品格。我鼓勵你去做那個清醒的少數派。這條路或許孤獨，甚至會讓你錯過一短期嘅狂歡，但它能讓你安然度過必然會到來嘅風暴。獨立思考，堅守原則，在喧囂中尋找真理，而非在人群中尋找慰藉。因為長遠來看，世界獎勵的不是那些最快抓住潮流的人，而是那些最持久的避開了愚蠢的人。這才是通往真正智慧與長期繁榮嘅唯一道路。